6月23拜四，上午阮搁再派阮的骑兵去拿豆园，要一直去到第2渔场，因顶一遍伫遐掠到一个青活掠啦，活掠一个人青禽活掠吼，希望讲会当搁去迄遐搁掠人转来，主要目的是讲希望对遐来的人来听出有关着昨昏来的迄只碰船的消息。但是伫迄个山林顶的哨兵赛的人，现在搁较警戒吼，搁较警戒咯。因用步枪、鸣枪三响，虽然有处阮的人悠然往因徛去吼，因着往羊潮逃走。迄时对羊潮约有30个人出来，因此魔方迄寡骑兵着退转来遮。阮迄寡骑兵捌先去查看伫迄个山林顶的草厝吼。看到伫遐有一顶希腊人的头盔吼，无其他物件。迄顶头盔被一粒因咧药讲是差不多6磅的铁弹吼拍落过去吼。该头盔咧因为疏忽吼，无炸转来后阮，像因应该炸转来安尼吼。下晡因将为上述目的搁再去遐一遍。约了上午10点的时阵，有9只敌人的碰船对迄个市镇后面遐经过鹿耳门水道出海，往西南航往海上去。因为安尼落去，阮首先阮着大声的欠课就是茶吼，离迄个拆毁坏的边缘的外面，还佫有一寡茶囥伫遐，因此就命令迄个指挥居民的路内的队长，派约了半数路内伫一组步枪手的保护之下去遐，尽可能吼，甲所有的茶拢搬入来，并且去迄个边仔的石河厝遐。搬运大量的石火入来，因去执行这个工作的时阵，敌人对南边吼，为迄个市场，也有人对这个蒙阿堡边的厝吼，用脚枪，都是步枪的吼，因射击真侪摆，有一个士兵甲一个落内，因此被碎粒枪子弹着吼，但是伤势无讲介严，伤势无讲介严重的吼。此外，因也对遐搬运几支鱼条吼、鱼叉条入来，即寡对阮将会真更较有路用吼。下晡，蒋记官 Christine Wolf 带领6个人骑马，搁再去第2渔场。遐的哨兵看着因又搁转来，又搁过来吼，就先鸣枪一响，先拍枪吼，随羊潮逃走。魔方迄寡人甲砍伫迄个草厝哦，甲起伫遐迄个草厝甲烧歹去吼，甲烧掉，甲上水迄个头盔甲炸来遮。因转来以前，还阁骑马往南去到距离羊潮有一个步枪，或者是2个步枪射程的所在，伫遐无看到真侪士兵，也无遭遇到严重的危险。迄个市镇的人看到即个情形，就用4只3板，每一只拢有一支升旗吼，甲5-6个武装的希腊人去第2渔场附近来起山。阮咧又讲，因是想要去遐对后面来攻击魔方迄寡人，但是咧，阮迄寡人对遐转来了较早，用行的吼，往即边行过来，一直行到。就是迄寡希腊人啦吼，5-6武装的希腊人用行吼，对即边行过来，一直行到第1渔场的即边，挥动因的大刀甲升旗来示威一番，最后又搁对因的来的所在做3板转去。伫南方顺益的迄寡碰船，拢看袂到咯。因此，你随想讲，因是趁即个晴朗的好天，
去到的海上，想要去攻击对巴达维亚来的阮的船只。今仔日的天气非常恬静，而且炎热，真热啦吼！微风对西风吹来，暗时啊，暗时有大水帆船约了20-30只，对北方沿着迄寡暗打转来，暗打落来吼。打少啦吼，暗打少倒落来，看起来是对时仔来，因为海流甲西风，所以伤南落来吼。伫遐顶下来回航行，才伫咧鹿耳门停船。点半暝，即只对写讲，即寡船的应该是由因象征失落。永历15年5月初2条所记载的拟定官兵、左枪、地武、迎兵、游兵、电兵等进到台湾的情形。顶半暝，阮听到外边的边呢有人真，阮也伫拆除搬动材料甲船啊，因此阮对 Middleburg 领导遐来发射2发炮弹，互因安静落来。囧天喜乐，我看卖我照即本嘛。囧天喜乐。有诶，我看卖啊，囧天喜乐，188页。188页，或者是187页。无写啥物。5月初2。放假驻台湾及文武国官会信盗掠台湾百姓银两，撤销罪犯，宣译核定5号负罪必须以有武为要挟为国官宣译核定书。说着第9。来继续看那个24拜5。早起起床好响起的时阵，阮看见有3张被夹伫竹仔当中。下底注脚第1条，原文安尼写 ：3 prison unstocken。会当理解是3张被绑伫几支棍仔顶头，但是对下面的描述，知影讲这3张被是夹伫2支或者是2片竹仔当中。因此，就翻译做夹伫竹仔当中。讲阮看见
有3张配夹伫咧底啊吼，插伫城堡外面，瓦棍刑场北边，行往遐的人行道上，阮派一个士兵去甲迄寡批摕入来。但是摕来阮面头前的时阵，发现这3张批拢无封起来，批笼顶拢无摕写收批的人，而且书信是用中文书写，厝外所嵌的国姓的音啊，和以前伊所寄来互阮的批顶头所嵌的无完全相共，只约了一半相像哦。因此呢，顶官阁下含福摩萨议会议员加上2位队长商议决定，即寡书信歪读，也袂对入即寡批的即个底啊顶头甲摕落来，但是派一个士兵甲即寡批，就像看到迄时的状况，早去插伫瓦棍迄个旧的保南附近，民医院即边的所在，就是迄条破街附近吼 ，Broad Street 附近的吼，并且伫迄边啊，要另外插一支夹着由阮的秘书所写一张无封起来的简短的批的底啊。即个批内容如下：阮无接受方面无真适当来提对写，也无负阮的文字的书信吼。1个5年6月24号，伫阮的热来聊城堡，就是批内顶头无方面无写啥物人吼，啊无附即个荷兰文的歪读吼。即寡书信就按照上述办法，由一个士兵摕去插伫遐，还佫另外派6个步枪手同齐出去，然后等咧迄个刑场边啊，一直到伊插好迄寡批才转来。了听候了后，迄时阮命令袂使射击吼。有一个新仔人看起来是一个士兵啦吼，对伊下属上务员报纸徛迄个厝出来，甲全部的批对遐摕去上司迄间厝呢。但是因伫咧即个当中并无放弃机会，对迄个市场甲墓园对面的迄间厝，用步枪甲火枪远的路咧射击。即寡路咧发现即时真安全，即时安全，就搁再去迄个边枪桩安尼来搬插头。了后无偌久，有一个黑人吼，真侪人拢认为讲，迄个人就是Hims先生的路咧，摕一支和平的旗帜，对上司Boyce的厝来往即边行过来，行到即边，阮命令伊停当停吼的所在，头顶的帽仔用葡萄牙话咧画讲，头顶的帽仔对注脚，啥物意思？即句话讲，可能是表示该路咧无甲因当作主人看待的意思，因为迄当阵路咧主人讲话拢爱脱帽啊吼，所以头顶的帽仔用葡萄牙话咧画讲，爱阮派一个荷兰人去迄个市镇翻译阮迄张简短的批。对此，由长官阁下回答你讲，因会当去洽看找人来翻译，遐毋是有真侪荷兰人吗？伊就讲。台英幕就是安尼好，就我转去伊家己原来的所在。如此看，可能已经有一群黑人愈来愈力为着敌人来射击阮，因此阮也往迄个市场发射3发炮弹，虽然无造成损伤。检察官 Christine Wolf 讲，昨暗看到2个新仔人伫咧Gilderland 城堡后面遐，无好个人来甲伊射击，但是无弹着。昨昏到位的迄寡旁船，昨暗大部分已经进入大江内底，并且伫咧普罗宾西城堡附近和其他的旁船停做伙。下晡阁有旁船对北方落来，数量和昨昏差不多。数量和昨昏是相像多吼，其中有真大只的船，即寡船也进入港内，去普罗宾西头前甲其他的船来停做伙。今仔日阁有一寡新仔人来北沙岛，显然是要来搁较深入观察阮
迄两只船的状况。阮昨昏认为讲，要做好船使用的迄只篷船呢，还阁停伫迄北岸的后面遐。阮发现讲，伫钓钓员伫灵宝后面遐水山，伫水山迄个水井遐，建立一个装油的管啊，甲规岛啊一个油脂的物件。真明显是被上水迄两个新仔人弹入去，可能是伫个智利里下毒吼，嘛有可能因被派来要用即寡物件来破坏阮的船，因为伤早被发现，所以就弹伫迄内面。即两天，阮的路咧对迄个鼻烟搬来真侪适会当用的茶，甲其他的即个上好的茶啦吼。五方破病甲死亡的人咧继续增加。今仔日长官阁下由 Hartwell 阁下和队长阿多普被判去即个下站城堡，就是即个四角城堡的四周围巡视，注意到伫咧四角城堡的大门甲荷兰迪亚灵堡中间，还阁会当沿阮最近对鼻烟搬入来相当数量迄寡查条，围起一个目纱。来增强防卫力，而且阮会当海来采大炮，所以即个水面来射击，还阁会当伫附近来起一个炮台，用来对付对海上城堡西边攻入来的敌人。伊阁下就提出即个意见，和议员商议，议员拢赞成即个意见，因此即个工程伫进一步观察了后，明仔载就要开始进行。就是要起一个目纱，甲一个炮台吼。此外，也要伫四角城堡的东门外的排水沟中间，要对要起伫即个车墙路径的迄个角落，迄个角位啊吼，车墙啊吼，处的即个围墙的路径。看无介有，一直到通往海边啊迄条道路，要挖一条河沟，用来防止敌人的袭击等等。又搁有感伫昨暗伫迄个现场甲钓钓员就是灵宝附近发生的事故，阮决定夜间一定要派一个哨兵出去，伫迄个拍铁场甲现场中间来放哨。还阁要派一个或者是两个哨兵去即个城堡和迄个有伫个支碉堡中间的迄个管队来放哨。安尼，当敌人前来的时阵，就当发出警报吼。要去现场迄边放哨的哨兵由东边炮台的人安排担任；要去迄个管队放哨的哨兵由西边炮台的人安排担任。伫迄个拄着状况伤危险的时阵，会当逃转来，但是事后必须搁再出去放哨。头前所讲的迄寡哨兵，有一个伫后半暝被用箭射击，所以伊我退转来即个城堡的面遮来。25拜六，最近惹来迄个新仔人咧，今仔日伫后半暝拆开铁链来逃出受刑吼，逃狱啦吼，找真久，总算伫中卫地下室的小房间找着，甲伊带来阮头前。伊讲，一个乌人少年吼，伫伊被关的迄个所在，以警告方式甲伊讲，荷兰人会长久来囚禁伊，然后要借机会来烧掉伊的手指头啊，甲骹指头啊，互伊最后痛苦来死去。因此，伊用身躯边找到一支铁啊，甲铁链甲松开，然后逃出受刑。拍说无若袂当逃脱，就要宁可冒上大的危险，要对城墙跳落去，自行了断、自行了结吼。阮进一步问伊讲，因是要如何来派好船来攻击阮的船只？伊讲，因已经甲两只相当大的
一个高仔船吼，装备做好船吼，伊备了时阵，还阁另外有2只停伫咧车壳。不过要装备正做好船的需用品，像油啦、好药啦，佮其他物件，拢已经载来即个市镇里咯。迄寡篷船的头前拢备有铁链吼，因有真侪人被流弹拍死。伊感觉模仿迄寡毒身会互人被送去新港，要新港人来饲因的行李拢用手刹车啊吼，嘛有可能是旧车吼，载去遐咯吼，就因的行李拢载去遐咯。即个人讲，伊看过电影歌申请中国官服或希腊官服，就是一领长袍、腰遮腰面吼，甲一条带，头壳底一顶官哩的软帽啊，用希腊人的方式国旗来行礼表示敬意。有真侪希腊人拍鼓等等的甲起来伴随，此外伊嘛看过伊伫咧国姓仔面头前戴踢探人的帽啊，伊请求来了伊一命吼。伊请求来了伊一命，莫甲伊处死吼。伊现在因为即个道盟已经会当来处死，啊若无嘛会当挂掉伊一个耳仔吼，伊的性命会当合理来被保存落来，甲伊用铁链锁起来。早起阮看见着像昨昏顶半暝听到安尼，因伫咧厝地的对面，以前咧菜脯那迄条跨过青竹或者是铁竹，放伫遐的杂草甲土木啦吼，阮也听见因伫咧迄个市场里咧拆物件的声音。伫伊迄半厝顶的东边，还阁有几支要插条留踮咧遐。今仔日由阮的努力去遐，甲伊拆落来，炸入来城堡里来。因又阁用因的步枪来即寡奴隶来射击，但拢无人被射着伤。昨昏所讲要起目沙迄个工程吼，阮今仔日就开始去进行。中山城堡大门头前迄个半个玻璃的迄口子吼，迄个古子吼，迄个子已经有几啊年无水咯，因为听讲迄口子伫咧顶官阁下的厝后面，互伊打去的吼。今仔日也派士兵去。就翻译写啥？今仔日讲互伊打去吼，即个箭打去吼。今仔日也派士兵落去清理互清去，因为若会当对遐来抢水，就比去南边迄口子去抢水方便较侪咯。如果上述迄种欠水的代志又阁发生，就会当互大家拢安静落来。迄个名工员呢，今仔日早起离开城堡坐船去探测水深，发现伫咧即个大阴进前的新月吼，新月亮啦吼，新月半重起来水已经有11尺深，约落3公尺半，应该还阁会重差不多2-3点钟。今仔日又阁有约落30只篷船对北方落来。其中有真侪大的篷船，即寡船也要进入罗里门，继续航往普罗宾西亚城
城堡头前甲后面甲北边面遐来停船啊，甲北边遐来即个趴顶停船吼。即寡船有几只用大炮发射扫响，铁人远的迄寡炮船还未看得转来。下晡两方对三人风吹来，天气晴朗。伫咧市镇里以及附近的航道上，依然无士兵的动静。伫坡米社迄边，阮看见真侪士兵来起山，沿着海边啊，经过迄个城堡，行往迄个市区上头前的迄条街啊，无武器进入遐。阮看见坡米社迄边，伫咧新仔人附近。比伊附近以及住伫啊东南去的所在呢，就是有个大三的这个布棚，油条迄边也是有一位大布棚。要暗6点半过后无偌久，拄好伫咧暗道进前，有一个新仔人对事务所后面摕一柄白旗，沿迄条路行来。伫咧迄个旧市场建造的所在来插一张批，然后家己就挖头转去，阮就派人去遐甲迄张批摕入来。按倒了后来读即张批是马爷，就是马信对即个市场寄来，用荷兰文写的批，即张批内容。大家爱困。咱来看这张马爷所寄来批吼，内容怎么写？马本笃以电话本环的主将，寄这张批予长官贵阁下。恁已经伫储备住侪年，现在我的主人本环爷亲率众侪即个官员甲士兵来到储备，要来建造城市甲其他建设，用来改善即整个佛罗摩萨岛的四周围。而恁拥有的就干那一个小小的城堡，伫咧即个城堡和陆地比较起来，就像一粒无称的枪子。我的主人心地善良又佫公正，毋愿用武力毁坏恁的城堡。本环爷令令我带兵伫咧台湾即个市区听候即个城堡形势结束。即个城堡阮极为关怀，就算
10年无为阮开放，阮犹原要等落去，甚至100年也会继续等落去。恁就算想要守卫这个城堡，伫这个城堡里，恁也无持久守卫的能力。电影官 Jacobus Valentine 先生已经甲阮讲，城堡里所藏的这个册米甲就是册米甲其他的食物的详细的情形所以希望恁对此爱小心一下。如果恁望到时阵会有恁的船只前来，也爱想讲偌久以前恁的士兵和船只和阮的士兵交战的情形，迄时也有2只恁的船被烧歹去。现在恁的船来袂有偌侪只，而且是载荷来的。恁的船阮凊彩彩就会当来借福。去年恁的长官阁下捌寄批去巴达维亚，讲处地十分危急。因此，迄边派来12只船，换年的巴达维亚的人，若要派援军来，就算加派10外只，加运1-2千士兵来，甚至来起山登陆，拢无伫阮的计算之内，阮会互因无可能来这个靠岸。安尼你国下哪有可能来抢这个城堡抢偌久呢？阮来处理了后，还阁定定有篷船甲士兵前来，像你国下安尼会当看到的。一旦所有的官员甲士兵拢动员起来，对4方面来攻击这个城堡，恁哪有可能挡得掉呢？到迄一天，这个城堡一定被拍破无疑我想我的主人对恁非常的有好感，而且呢，伊心地善良，伊真清楚知影，一旦攻城，将会死真侪人，也无希望人死去。因此呢，伊呼吁爱来河南地狱。如果恁国下紧紧来拍开城门出来河南地狱，我将会伫我主人面头前，尽力为你国下来周旋协助，互你永远担任这长官，就如以前安尼，就像对待过这个Valentine安尼来对待你国下，绝无差异。讲到尊贵的公司，按照因的意愿，会当去譬如或者是规人进行交易通商，或者是你国下想要找到这个找到无囝啦、财物啦该同其他人离开厝地，前往巴达维亚。如果是安尼，也会当照恁的愿望去做。若是有少数人伫城堡里来这个使人见人妨害这个和谈，这种人将会危害所有伫城堡里的其他人，是缺失野兽。你要紧紧来亲疏熟路。想讲这个城堡，想看卖这个城堡，想看卖如何来帮助人，包括着查甫甲查某，互因不敌丧失性命，也互因不敌来丧失财物。我讲的话是真实，而且确定。如果你国下还有其他想法，伫咧反复丢毒之间，互时间继续流逝，安尼迄时想要来要求和谈，就已经想完。袂当得到所要求的咯，搁再一次奉劝你国下一定爱好想看卖。伫台湾101年，西亚人的写法是5月29号，就是阮的写法今年的6月25号。看有马本栋的红色印仔，伫迄个边仔用中文写有即个人的名。即个花阮爱延前到后礼拜2才要答复，因为现在已经是暗时啊，明仔载是安息日，看起来对方也会有耐心等到迄个时阵。这以后无偌久，天顶一片的乌暗，开始无大雨，掠着真惊人的性命甲范围，规暗容易落骤雨，透东北风，但是无强烈。6月26号礼拜，早起天顶个好天咯，但是呢，永远有落大雨可能。天气的普遍下头前甲附近的大水篷船，
粗略估计约了100只，因为迄寡阵有真侪头前后左右停做伙吼，对厝地实在我都确实来计算，约了有12只到15只螃船伫厝地港外沿着北边的大石区来巡游，还佫有8只到10只吼，停伫个龙里门，透西南风，下晡乌阴天。有时落真侪雨，安息日敬拜主，现在礼拜聚会改伫个顶官阁下徛家的大厅举行，因为破病的人真侪，迄间仓库无法度用力，所以教堂方面用来收容一部分的病人。一直停伫个台湾市场北岸迄只螃船航往即个台湾市场的后面遐，但是后来又佫转去停伫个北岸遐，而伫个即个路里门的迄寡螃船呢，是来航往赤坎停伫个遐。那个27摆。小小只啊！OK。6月27日，早起有2个新仔人对迄个税务所后面遐摕着飞机往即边行过来，因行到迄个旧市场附近，含阮的派出去的自由市民 Jarvis Pontanus 来相拄了吼。因讲官员买信买嘢，记得伫个听候对伊伫个顶礼拜六所寄来迄张批答复，请长官阁下来说明是毋是要甲伊答复，并且讲如果阮破病的士兵伫个少年猪肉甲即个搞酒，就尽量讲买嘢派人送来，等等。对此，上水迄个 Pontanus 应伊讲。阮无人破病，也无欠客猪肉或者是搞酒，毋过伊会甲这一切定报互长官阁下知影，所以伊阁往家己来的路转去。这一定是迄寡异教徒提阮你讲算笑的轻蔑的话语，因为伫即种情形之下，无可能有即种情形，是啥物意思？伫即种情况之下，无可能有即种情形，吼。长官阁下着调集议员开会，因为决议会当对决议了看到，规工拢是风雨的天气，落真侪雨，风对西南风吹来，但是有变化。停伫大港内面的即寡上大的螃船，现在大部分拢来停伫台湾甲普罗宾社中间航道顶头。阮咧要讲，迄是为着要拄着暴风雨的时阵，不伫伫个瓦郡普罗宾社的浅水的所在去看线，或者是来修路。因先是停伫真瓦郡迄到有的所在吼，停伫台湾市场北岸迄2只螃船，关于即2只船阮已经提起了真侪摆，对遐航往迄个市场后面去，有可能是根据阮所会当注意到，因知影阮会对最近所了来迄寡人，迄个人知影讲因要来烧阮的船的即个计划。所以真可能是想要借此，互阮认为讲因的计划改变咯，但是因安尼做，相对是互阮比以前搁较严格因即个计划。
海上游园有12只到15只篷船沿着北边的大石区咧巡游。即寡船全部拢伫暗时进入龙里门水道，因为海上已经引擎大起来了吼。按照今日关于下晡外顾问送出去，由阮的秘书一个人签名吼。送出要去答复官员买信的一张批，无封起来批吼。即个官员买信是奉着国姓爷的命令，伫即个市镇咧担任指挥官的人，伊是安尼来自我销解啦吼。即张批插伫一支竹仔顶头，插伫咧通往市镇的迄条石头路，也可能是庄仔路的即个约了半路顶，伫一支菜伫遐的条仔的边仔，送批的人还要插好一张批，就已经有2个新仔人不约而同来同时出来，一个对迄个违规出来，另外一个是对电管 Jacobus Volunteer 阁下迄间税金处出来。头前迄个摕着批了后，也摕入去上水迄间小处理。即张简短的批的内容如下：寄予马本笃将军。顶礼拜六你写予即个福尔摩沙岛的长官阁下的批，伊阁下伫厝边收到面向有读过，但是因为无方对你个人并无明白，而且对批的内容看起来，你对上述长官阁下含阮的情形也无正确了解。此外，你并无表明奉有写即张批的命令，因此伊阁下认为讲用即张批来答复以外，无需要详细答复。伫阮的内底社报101年6月27号，下对署名奉上述伊阁下的命令签名，秘书 Constantine Noble 下面附记。以后若阁有无人来即个社报广场，无论是毋是摕白旗，将一律对即个社报来甲伊写死。但是若派其他人士兵来，都袂被射击。藉此警告，规暗差不多拢还阁伫落雨。6月28拜二。今仔日又阁落真侪雨，方向不定，时而对西，时而对北，时而并且对两边同时吹来。天顶布满乌云，今仔日又阁有几个新仔人来北线岛，其中一个拄着帽仔，因用即个城堡来观看，用手举来举去，又阁伫咧山顶来为东为西吼，看起来互相伫咧可能是咧大工程吼。因此，因咧想讲要来攻击的，即一定毋
若是对迄寡船只，有可能也包括即个城堡的北边，就是即个水边啊吼，以及即个角城，就是阮防卫力上弱的所在，因为顶站城堡伫咧即一边无菜大炮，而下站城堡也伫即个伫森林堡甲奥兰迪亚林堡有油墙吼，有即个形墙会当菜大炮，其他所在拢无即个形墙，而菜大炮伫咧即两个林堡中间的迄个半个堡效果不利吼，都各有益，因此呢，旧年就已经亲切认为讲应该将即个林堡来改建扩大。阮伫遮咧阮伫咧即个时阵呢，虽然受到即种落雨天气的阻碍，已经计划并且已经开始伫奥兰迪亚林堡边仔迄个大门头前来建造木栅的工程，也是有相当的进展。虽然是即种继续的即种恶劣的天气，还佫有数只篷船伫咧海上咧巡弋，可能是受到严厉的命令所逼吧。市镇里的敌人拢保持着安静。中到过了偌久，又佫有人摕白旗对市镇炸了一张批来遮，甲即张批摕入来了后，看到含上顶礼拜六烧伤是马本笃寄来用荷兰文所写的批内容如下：马本笃本还阁下的将领寄即张批予长官Frederick归于阁下。我虽然你阁下无明白，不过若过几工咱互相见面，真紧就会熟悉。虽然我对贵公司的状况无完全知影，却也有所了解。如果有代志要办，你自然比较起来，你阁下也着毋知影阮的国情作风咯。我会为解状告我的职权显赫。我是本环阁下的第二人，所有的官员无论是谁，本环阁下拢完全信任交我。遮尔大被受权的人，若是有代志，我去甲伊讲，伊听了，就算无甲全部拢交我办理，也会甲其中一部分交我全权处理。前几工寄予你阁下迄张批是完全诚实，无虚假，其中承诺的代志。结果也袂倒去，也袂消失。但是你有其他想法，就将你阁下的意见诚实来写批甲我讲。我愿意去本环阁下遐来设法甲恁帮赞吼。到时阵，伊会真紧互你阁下回批认可真实的情形。若是你阁下无诚实回答，因为无诚实来回答，因为我袂当错误来去本环阁下遐吼，去甲伊讲含真实颠倒的代志，或者是根据据此啦吼，根据这来伊提出任何要求，这就是阮的态度作风。此事你阁下会当真紧考虑，并且互我答复，我会将你阁下会当互转交本环阁下。伫台湾市镇，照新仔的方式是伫咧今年的1661年6月2号，照阮的方式伫咧今年的6月8号。较无红色的马本笃的印仔，边仔用中文写着马本笃的名。长官阁下就调集议员开会，决定即张批应案就要由必须以长官阁下名义甲命令来回批。
花圃烧了以后，就封起来，立伫一支细支竹仔顶头，由一个下士摕去早晚收皮所在插伫遐，因也随由一个新仔人对地方官往天国下的细金厝出来，甲皮摕入去迄内底。即张皮的草本写伫下面。寄予国姓爷军队的将领马本铎。即个佛罗萨岛的长官府就会归国下，对你国下，今仔日寄予伊国下的这第二张批明表你国下的职位，而且伊也愿意相信你批里所写是真实。但是对伫像现在尊贵的公司甲国姓爷国下中间的意见分歧遮尔大即个代志，去和国姓爷以外的人，或者是无国姓爷国下抗印。公民受管的批，当做寄来人来交涉即种代志是违反阮国家的做法的。如果国姓爷国下无想要搁再写批来，伊国下就是只规意希望讲将来收到的批，爱像最近国姓爷国下寄予伊国下的批安尼，就是用中文书写签名刻印，并且确实封起来，而且附有荷兰文的翻译，并且有刻印。伫阮的荷兰城城堡161年6月26号。6月28号吼，下底4名奉上司以国下命令回批的人签名，必须 Constantine Nobel。批笼顶头写寄予国姓爷军队的主将马本铎国下，因为对各方面看起来，敌人要来袭击阮伫即个城堡下面的船只好船袂载真侪人，大概袂超过6个到8个人。安尼的人数如果来，将会真容易去攻击因。因此，阮互几个有意愿去攻击因的，阮会随手来下令，甲迄只伊曼霍恩号的小船炸去伫藏伫桥的西边遐。即只注卡对注卡讲，桥的西边的桥应该是指伫咱掠城堡北边台湾港岛的岸边，互船只来停靠，真无好运的栈桥，毋是指平常时来会下伫水上的桥吼。藏伫桥的西边吼，伫咧看到其他人的船前来的时阵，就去坐即只小船去过去攻击即个其他人的船。安尼忽然间的攻击，一定会互敌人惊吓失措，计较跳水逃生。为此，阮先录音，若是会当因此来抢得好船，抢来一只就将秀100里尔，规暗差不多拢是伫咧落雨。马文剩1分钟了，你再入来，我要来规房了吼。今日读到这6月29号拜三吼，6月28号拜2啦。我看卖6月29号拜3呢。好，好，读到这啦吼。6月29号后会明仔载来读啦吼。好，我关房咯，感谢。